咱拢知影讲，这家己的冬景呢是蚵仔的产区，也毋过今年是因为风台的关系，所以这蚵仔呢收成无介偌好。也毋过这阵啊，这市面上呢是出现用进口蚵仔来假做是冬景蚵仔的状况。蚵农甲餐厅业者是真烦恼，讲这恐惊会影响到冬景蚵仔的名声。蚵农是连咧拍开蚵仔壳，甲内底蚵仔肉摕出来，家己管冬景的蚵仔即马开始大出。蚵农讲，今年因为风台收成有受影响。就听讲市面上有进口的蚵仔来假是冬照蚵仔的状况。因为人你这边较俗，咱这边价钱拢差不多，毋过因量济较俗，影响真济哦。餐厅的杜子用在地蚵仔来炒料理，家己县冬照是蚵仔的产区，中秋连续假期来到冬照买蚵仔的民众，嘛会带动地方的消费。在地业者就表示，进口的蚵仔假做是冬照蚵仔，若是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，这对冬照在地产业会带来真大的伤害。进口科就是安尼，这是市场的迄个就是机制啊，伊来蚵仔济，咱遮就无法度卖得较好的价钱。所以我嘛希望政府真正要好好把关。那如果说有些外面又假借我们东石这边的鹅，对不对？就是用我们东石鹅的名称，那如果客人吃出问题还是什么，多少会品质会受到影响啊。进口科真的就会有那种蚵仔的腥味，所以很多人说不敢吃蚵仔，我觉得应该是有吃到进口科那种不新鲜所影响的。蚵农表示，进口甲在地蚵仔为外观无法度看得出来，只有食过才有法度感受。这是因为进口的蚵仔需要运送的时间，所以新鲜的程度无法度甲冬照产地来比。民众买的时阵，也是爱找有信用的店家才会较安全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